继续来看中营航空负责搬行李、装落货甲客舱清洁的航勤，不满因的年底奖金只有1个月，发起集体请假来抗议。今仔日来到第3天，中营航空也是有班机来延误，不过请假的人数较少咯，只有10个员工来请假，这个行李的转盘嘛无够塌甜。但是员工也未达到因的诉求，恐惊刷落去，农历的过年甲228的年假会再度来发起抗争。日头早来机场准备要出国，想要到登机班有5个航班，拢去签着时间上久要等2点外钟，旅客行程嘛拢受到影响。是要请假，还没到罢工啊，所以提前了半小时到，所以他们只能在贵宾室等待。好像20分钟。不过中营阁调工甲签着写作该时间，因强调透早航班是转机去签着，才会耽误甲员工请假无牵连。因为回国定假日机场旅客减真济，航勤员工嘛开始回来上班。甲发起抗争头一天相比，几啊百个人请假，今仔日干那10个人请假，行李转盘原本嘛特别超量，即马嘛恢复正常运作。不过员工的诉求还未达成，就惊过年228年假因会过发起抗争。我最高纪录曾经从下午的1点半做到凌晨的5点。吃的喝的可能就是你要吃罐头，八宝粥1罐，还是要吃泡面？可是泡面就是给你1包，那怎么泡你自己想办法。有航勤员工讲，中营航勤去年赚3000万，董事长陈友玉有甲中营航空反映，甲员工的年终调整到2个月，算好决。不过，就算公司对外讲年底1个月加薪2000块，不过洗衫部、保养部根本干那加1000，无共部门差真济，爽要求做免钱工来加班，连续做工课超过12点钟。最近，阁有同事下班的过程出车祸，公司所认为是因公着伤。不过，中营航勤讲，因为每一个人业务无同，加薪加偌济钱嘛拢有差。出车祸员工是非法驾驶上路，主方的讲法嘛，有员工更加不满。交通部不会让它发生哈，我们现在就是积极在沟通的，让员工好过年。航勤抗争还未结束，主方恐惊要是好好甲员工来沟通，量早达成共识，以免存在机场的所运的大塞车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